请拍手。好，谢谢，在最后的掌声送给其他市场的给我们，台中市长、水源市长，谢谢我们的委员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市场体育市场的来宾。再次把目光转移到我们的场中，开打之前送上精彩表演，欢迎最大、最动感、最有活力的佛摩萨 Sexy 开场表演 ，Let's go girls！结束当然是说，其实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事情。那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年国光球队，当然今年已经是进的小巨蛋之后，当然我是跟球员说，我是希望他们在这一场球赛可以尽情的去享受这场球的一些氛围，还有一些即将要毕业的大学姐，他们也可以好好的享受在这个当下。那至于结果，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，但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再继续，明天这场球赛里面还是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球赛。对，谢谢。没错，明天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嘛，所以请静婷跟婉玲是不是分别帮我们谈一下你们自己今天的状况，以及可能回去可能需要再调整的一些地方在哪里？我们请婉玲先好了，谢谢。我觉得我今天这场比赛失误太多，就是太犹豫在进攻上，然后防守上我觉得自己可能有些时候交代不是很清楚，然后就可能会漏掉底线，就是里面的位置。所以说明天可能会要再调整你自己，或是你觉得球队需要再调整的地方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觉得我自己要再果断一点，对，然后就是不要在里面，就是过进去之后不要在里面停球，或是随便失误。然后我觉得球队可能就是在防守上可能要再多沟通。好，谢谢婉玲。那另外呢，请静婷帮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，以及可能回去需要再调整的空间。因为今天可能自己没有发挥出来，然后导致现在球队就是落后太多，然后可能明天的不管对谁，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状况调整最好。好，非常的感谢你们，也在明天会有更好的表现。那我还是有跟球员有设定一些目标，我们当然是说，当然以4强赛里面这三支球队，我们都还没有在这个全年度还没有赢过半场。那我只是希望跟球员讲说，除了享受以外，其实我还是有给他们一个目标，我希望可以跟去年的战绩其实是可以一样的。那当然是说现在前2名没有了，那我希望明天的比赛里面，我还是希望球员们还是可以把第3名留下来。对，谢谢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